唠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。讲新闻唠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咱位头来讲起。讲到今仔日是7月半，爱普渡。较早人讲7月半鸭，唔知影死活。也毋过一寡所在拜拜煞无爱拜鸭，认为讲会互人压气，会犯到官符。另外普渡拜老大公，算命先咧讲下晡1点到3点上界适当，和拜一般的神明无共款，袂当讲家己的生时日月较地址，安尼较袂搞刷煞有歹代志。讲新闻唠台语，时间交主播陈任伟。讲新闻唠台语，重要大小事位头来讲起。大家好，我是陈任伟。今仔日都是旧历7月15，嘛是中元节、中元普渡的日子。不过你敢知影，伫拜拜时阵会当拜啥物物件？另外有啥物款的禁忌？今仔日带恁做伙来了解。第一张图来看卖，中元普渡的时阵，其实有真侪禁忌，无说是拜唔着，恐惊招引这好兄弟啊。顶礼拜咱有讲过，这金蕉、李啊、个来啊，三位甲做伙拜，会变做是招你来的意思。另外来看卖，这个榴莲，就惊这好兄弟伫个人世间弄榴莲，个有这往来，就惊歹代志的往来，个有这色卡的形，甲释迦牟尼佛的头的形是较像的，所以嘛无礼貌的意思。个有这礼物食了人生的酸，苦瓜食了人生的苦。另外，这脸部中是空的，都无生气的意思。个有这较来啊。这来的来，音甲离开的离，音是较小声的，嘛比较无好。另外，这带壳的土豆，个果子，这两个嘛，互人认为讲是较无生气、较无礼貌的意思。另外来看卖，伫拜拜的时阵会拜3牲4果，不过你敢知爱拜倒一款的肉是较适合？上适合的，就是拜这牛肉、羊肉，个猪肉。第二名就是鸡啊、鱼啊，个有这鹅。不过千万要注意，袂当拜这就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有这意思。另外，这3牲嘛袂当把头尾来剁掉，因为有无头无尾的意思。另外来看卖，伫拜拜时阵有10种物件是较适合拜的，亲像是这高头果，因为有人叫做是吉利果；这柑仔有大吉大利的意思。这水蜜桃、仙桃有抽血寿，个有增加财气；这火龙果、红莲果。红色有早起，个有喜气的意思。这鱼仔咧会当经较大尾、较长的，因为早气会较长。另外看卖这猪肉会当经愈肥愈好，为什么呢？会讲大口食四方带早气。另外这灵性充满凉气，这花个有山啊会当做伙拜，因为有开花结果的意思。准备5粒卵，因为5福临门。这仙草蜜，仙草有新仙草的意思，会当求健康。上尾一张，咱来做伙来看卖。伫中元普渡的时阵，有一寡流程，个有一寡禁忌，提供互大家参考。咱都知影拜拜的时阵爱准备面巾，个有面孔，因为会当互好兄弟来洗嘴洗面。不过拜完了后，一定爱把这水向外口泼出去。另外，莫摕这面巾来拭面。另外，面巾拜完了后，爱马上澹掉。另外拜拜的时阵，莫报家己的生辰八字，个有住址。另外拜拜的时阵，咱拢知影在祭品顶悬插一支香，不过这香千万莫断去。今要烧完时阵，爱赶紧换新的，因为好兄弟是用这香来找物件。另外拜拜的时阵，嘛莫冤家，莫生气，嘛莫相拍。拜拜的时间较适合是伫个暝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都惊这午时的时阵阳气伤过强，辰时的时阵开始落雨，所以较适合就是伫下晡1点到3点，就是暝时的时阵来拜拜。好，这就是今仔日唠台语讲新闻中元普渡的一寡知识，提供互大家来做参考。